给我下来！累死我了！之前在宫里处处小心，步步为营，都不敢喝我的野山葡萄酒。嘿，酒，来吧。哇，好爽！哇，好喝！一片春处带酒浇，江上舟摇，楼上帘照，九娘独语太娘娇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这个丫头一出宫兴致就这么好。可抛，影自声调，心自相烧。环妹，环妹，一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环妹，环妹，开门啊，环妹！热死我了！哇，好热呀！环妹，环妹，怎么了？你准是喝醉了。以前就有这样的毛病，喜欢喝酒，偏偏呢酒量又不行，没喝几杯就醉了，一醉就会旁若无人的且歌且舞。肯定啊，是在宫里被憋坏了，这出宫啊就跟撒了欢的马似的。环儿，环妹，开门啊！环儿，环妹，环儿，环妹。好，漂亮，好！姑娘，你下来唱，这三个就是你的了。环妹，快下来！简直是不成体统。环儿，别唱了，快进去。可是我还想唱歌呢。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再来一个。我手上这对坠子就当个天头，如果你能让我兄弟高兴的话，它就是你的了。好，继续唱给你们。好，哎，对了，如果这个耳坠您不喜欢，簪子也不喜欢，这儿还有金镯子哟。下来，姑娘，下来，这个就给你。快，把梯子搬过来，快！哎，下来，别唱了，快进去，进去。都喜欢听我唱歌，对吧？对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姑娘，也给你戴上。来，伸出手来。金镯子，我才不要什么金镯子呢，不要。这个不喜欢呐，没事，爷还有杨志毅的镯子呢。环妹，给我下来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老爷！谁啊？你呀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搅爷的好事儿！你哪来的？搅你好事怎么？啊！你再动我一下，我动你怎么了？找死啊你！啊！主子，住手！展开！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啊？咱们是来办正事儿的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争风吃醋。你看，走吧。啊，此言差矣，兄弟。
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儿了，是我面子的事儿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谁才是王法，爷就是王法。别叫！酒醒了之后，看着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啊！哎呦，公子，公子，多有得罪了。我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丫头，要不您把她让给我，我给您1000两银子。我出2000两，我出3000两，滚！猪哥哥，猪哥哥，哎，我纳赛，咱们走。一欢，哎呦，你可算醒了。来，过来擦把脸，喝杯茶吧。薛姐姐，我昨天是不是喝多酒了？我没闹什么笑话吧？你昨天醉的是一塌糊涂，你都不知道啊？你都耍酒疯了呢。啊，不是吧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走出了房间，又唱又跳的，引来了好多人围观，还有人要竞价买你，可把主子跟大师兄气坏了，主子还跟人家打了一架呢。完蛋了！所以啊，你以后别再喝那么多酒了。又香又甜的冰糖座。龙小弟，主子，这个喜欢吧？哎，猪哥，您再看看，都不理我找雪姐姐。这个龙小弟跟猪哥哥都太小气了。只不过喝多酒没干什么，一直不理我，至于吗？你呀，你还好意思抱怨？皇上这次微服私访，本就不想惊动任何人，你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皇上长这么大，大概是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跟人打架。他是什么身份啊？连尊贵都不顾了，他心里当然气了。至于大师兄，你本就是他从小定亲的未婚妻。他心里肯定更气了。关键是我不知道那个野山葡萄酒后劲儿那么大，哎，喝的时候甜甜的，结果喝下去一会儿脑子就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欢儿，你平时任性妄为也就罢了，怎么在这个特殊时刻也不知道检点一下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有多担心你？万一你醉酒后一不小心泄露了大家的身份怎么办？还好你昨天晚上只是唱歌跳舞耍酒疯，没有说错话，不然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的苦心经营全都白费了。哦，欢儿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贪杯了。大赛，义父让他们去把马喂一喂，然后你再安排几个人四周警戒一下。这。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以前是谁说的？无论我做了让你多不开心的事儿，你也不会不开心，也不会不理我的。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，那你就是小狗。少来这一套！你不是早就把我们小时候的情谊抛在脑后了吗？猪哥哥，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？你永远都是我的猪哥哥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欢妹妹。
行了，你看，笑起来多好看，你刚才那样丑死了。你呀，就知道我心软，好欺负。对。四师傅有急事召唤我，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，势必会引起康熙和索图的怀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。如果康熙跟索额图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因为你们都不理我，跟你们耍性子。好，快去快回。易欢，四师傅，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，有没有小花啊？你呀，学艺不精，还敢偷偷溜出谷去，害得四师傅整天担心你。啊，太子呢？哦，他这会儿行动不方便。四师傅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舒剑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啊？四师傅，啊，四师傅，什么事儿啊？舒姑娘的心疼病犯了。走，快！哎呀，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，舒姑娘？师傅，我的心疼病犯了，求您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心疼病？啊，要紧吗？严重，如果不救我，我会没命的。求您，赶紧找范神医救救我吧。当时你姨父不在谷中，我又不能违反规矩，把谷外的郎中带回谷中，我就只好驾马车，连夜带着舒婉心去谷外找郎中。撤！撤！哎，叶师傅，叶师傅，我肚子疼，让我下去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叶师傅，我肚子疼。哎呀，谢谢叶师傅。哎呀。没想到他趁机逃跑了。这舒婉心出身于官宦之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你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傅有些迂腐，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知道的，你四师傅是旱鸭子，不会游泳。那舒婉心呢？她不会被淹死了吧？她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毕竟出身将门，不像普通的官宦人家女子那般娇弱。而且她从小长在江边，水性很好。当初晋王把她交给我看管时，曾把记载着她的背景资料也给过我，可我这还是被她装病时可怜的样子给骗了。没想到她借机会逃跑了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这舒婉心要是去报官的话，那六师傅和雪姐姐全都暴露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舒婉心逃跑1个月了，官府那边居然毫无动静。舒婉心没报官吗？我们也想不明白她没有报官的原因。但是，她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去找她父亲舒剑了。据默生他们传来的消息，舒剑现在伤得很重，但吊着一口气，估计是想见他女儿最后一面。幸好到今天，舒婉心还未曾出现。哎呀，这下可完了！你说这康熙要去见舒剑，这如果舒剑真的跟舒婉心见上了，那咱们全都暴露了。你们几个孩子潜伏宫中，出生入死，四师傅连这点小事都没办好。四师傅，您别这样说嘛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别责怪自己了。这样，我先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朱哥哥，还有六师傅。
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吧。好，现在呀，你们就想办法拖延时间，让康熙晚点去见舒简。我这边也抓紧时间去找舒婉心，最好赶在他们父女相见之前把她找到，重新带回明珠谷。李太医，索大人啊，这世淑姑娘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她呀，她看我跟主子都不理她，觉得没趣，就赌气跑了。哼，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去找找她？哎，不用找，这丫头的脾气我了解，她就是故意使个小性子。这会儿啊，不知道在哪个林子里等着我们去找她呢，咱们就偏不去找她。她觉得自己这招不起作用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没想到世淑姑娘这么小孩子心性啊！哎呀，不过这天色不早了，主子又急着赶路，恐怕她这么耽搁时间，主子会不高兴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走，她回来发现我们不在了，自然会跟上来的。那可不行。主子虽然着急赶路，可更担心世淑姑娘的安危。如果我们这样把她丢下走了，主子是不会答应的。也是啊。哎呀，你说她这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忘了问你了，我们谷中排查内奸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咱这明珠谷中啊，有300多户人家，800多人口，都是大名士逃进谷中避难的。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，身份十分复杂，一时很难查出。其实那个内奸跟我交过几次手，虽然他蒙着面，而且声音也做了变音，但是他的武功套路我感觉很熟悉。你居然和他交手了？就你那3脚猫功夫，也敢去抓内奸呢？哎呀，四师傅，看你的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有事就站不到你面前了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个内奸好几次跟我交手都可以杀了我，但他都手下留情，而且他的武功套路我那么熟悉，我有种预感，他一定是谷里的人，说不定还和我们很熟。四师傅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爹，还有各位师长，大家好好想想谁最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我一定转告晋王，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逞能了。我膝下没有女儿，只有默生一个儿子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待。你若有什么意外，我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四师傅，你放心吧。虽然我别的武功学的最差，但是我轻功好啊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先逃命呗。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很重要，但在四师傅心中，你们这些孩子的性命更重要。四师傅，所有的师傅都认为光复大明是最重要的，也只有你了，最疼我们这些小辈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好。索土。啊，主子，一欢还没回来。是啊，这一欢姑娘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一找？不用找了，真是胡闹！我回来了，主子。哎呦，一欢姑娘，主子担心你的安全呢。索大人，这边请。哦，好，主子告退了。龙小弟，你还生气啊？你不理我吗？你不理我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到山西有几百里路，那你打算一路上都不理我了吗？龙小弟，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我的龙小弟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好吧，李一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那我问你，犯了什么罪啊？奴婢犯了贪吃罪、贪玩罪、贪杯罪。那你打算怎么赎罪啊？奴婢给主子唱首歌吧。如果主子笑了的话，就当原谅奴婢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先唱来听听。
好的，我现在就给您唱。嘻嘻嘻。主子听好了啊。一片春愁带酒浇，江上舟摇，楼上帘照。九娘独语台娘娇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何日归家西客袍？影自声调，心自相绍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李欢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以后要是再跳舞给别的男人看，或者让别的男人看到你除了脸和手以外的地方，我饶不了你。哦，知道了。停！干嘛？过来交钱！慢点！怎么了？我们要过去。废什么话？到那边交钱！交钱！军爷，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？要想过关，先交税钱。哦，税钱。怎么不走了？主子，这军爷说了，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。哎呀，过路钱，你们天天在这收吗？这位军爷，你这收的什么钱？关口要道，过往商旅一律上交税钱2吊。可我们不是商人，为什么还要交税费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只要从我这路口过，就得交钱。这大清立国30余年，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？少给我啰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哼，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，2吊钱拿不出来，不想出钱就别从我这过。好，这钱我出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是谁让你们在这收钱的？这是我们知县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龙小爹，这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敢巧立名目胡乱收费，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！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快就要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知县大人，朝廷里有人，就你们，算哪根葱啊？我们算……行了，咱先别说了，别耽误了主子的正事儿啊！哎，把钱拿过来。这次出巡，看来真是出对了。哎，你们呀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。朕自入山西以来，一路所见，民多疾苦，
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。朕一日行100余里，竟连遇3处关口，巧立名目收取税费。过往商旅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，贪污之风可见一斑。念及民生之苦，朕实不能寐。老大，都记下来了吗？放心吧，全记下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？你呀，马马虎虎吧。你别生气啊！你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在你面前不能说假话，只能说真话的。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，可能我还会不高兴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，离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，差得远呢。